9月想過個特別嘅中秋，着住漢服睇祭月，放孔明燈祈福，親手整下陶瓷，浸溫泉，國風體驗一次過齊晒。跟我哋去江西呢個國風純玩團，香港高鐵直達，零購物超放心，豪讓你近距離觀賞完整拜月儀式，親身感受中式團圓專屬嘅浪漫詩意。古風隊伍沿街巡遊，沿路仲可以互動打卡，盡情玩盡各式各風小遊戲。登上廬山，9月秋楓葉染遍群山，遠望雲霧飄搖山間。轉去持刀景德鎮，親子陶藝 DIY 自己拉坯，整獨一無二嘅瓷器帶走。夜晚去霧裏洲，入住5星嘅無夢湖畔酒店，睇震撼嘅打鐵花、抱玉塔、燈光倒影湖面，放孔明燈賞月，國風夜景靚到唔捨得走啊！包埋任浸天然富東溫泉，行完山即刻浸下，驅散疲勞，霧氣飄飄超治愈啊！保證10人成團，多重優惠疊加勁減。呢條江西國風純玩團絕對係你今年秋季最佳選擇。